2015年啊，就係我同癌症搏鬥一進入第5年啦。咁樣呢個事工方面就進展唔係好大啊，因為基本上都係喺接受化療，咁好忙嘅都係Fanny 車送我去成 UCS 即係成廿個要落嚟嘅接受治療同埋睇醫生咁樣，咁好奇怪，咁喺年頭嘅時候咧就係接到即係一個嘅異象，就係神叫我係擴張自己嘅帳幕。咁經文咧就係喺以賽亞書嘅54章第2節，咁所以就係喺度好留意究竟神點樣要我去擴張呢個帳幕咧？咁就喺2015年咧就係睇到咧神感動美城華人浸信會能夠願意能夠喺2016年能夠支持我哋嘅事工，就係每一隔一個月就落嚟支持我哋禮拜六嘅聚會，而 Pastor Michael 更加咧就係願意每個月落嚟同我哋講道一次，係支持我哋禮拜2嘅敬拜。咁另外喺網上事工方面，神又係感動啲新信徒願意同我哋喺網上面查經，咁可以幫助能夠栽培到佢哋。感謝神。就喺1年裏面嘅支持，無論喺Labour 方面派啲宣教落嚟，或者係代禱方面，仲有喺經濟上面嘅支持，咁都係能夠令到個事工繼續嘅做落去。咁其實我可以依家能夠可以錄呢個嘅視頻，都係神嘅恩典，都係大家嘅禱告托住我。希望喺2016年咧能夠可以繼續能夠開始嗰個擴張帳幕跟隨神嘅引領當然呢樣嘢，免得走喺神嘅前面啦。多謝大家。